怎么啦？怎么来的？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怎么来的？啊？我脸都红了，宝贝。坐儿子，谁呀？快坐，快坐，儿子，快坐，老公啊，老公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东西我给你看。给我买一个，给我！哎呀，来，给我！出来了吗？你看，没有，出来了吗？没有。你打电话了吗？我没打。你要麻烦我拿东西回家。儿子，快坐，宝贝，快坐，好，我先买了这个东西试一下。这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你给我可别乱吃东西了。在一朵